今日係大洗倉喎，洗到咧連 NVIDIA 都跌喎，即係皮褸王嗰個顯卡都仆街啦，應該就係跌到你呢一條柱嗰度啊！咁基本上咧，今日你如果想買咧都可以嘅，睇下啲平嘅咪執啲咯。但係咧跌起上嚟咧，唔知道幾時係底喎。同埋咧，通常一跌3日喎，使唔使急去買喎？咁你有 cash 喺手咁樣，咪睇佢跌到爛戰嘅先買啦。即係等於而家嘅樓啫嘛。有啲人好心急去買喎，其實戇鳩嘅。如果你有能力持貨咧，而家就調翻轉頭應該係賣樓嘅。而家跌到咁撲街嘅時候，你賣咗佢咧，佢一翻轉頭一升咧，你追唔翻嘅。好，分享到呢度。